用啦。吼，啊，毋过咱即个本体伊敢会变？袂变啊，咱个本体吼，明明个本性是袂变的吼。啊，所以中庸甲咱讲，喜怒哀乐之悲欢，谓之中咯。啊，法是该重念吼，还是咱念佛该念念对。谓之中吼，所以中庸之道就咱修道吼。你爱法，咱法啊，不咱法来做，爱中正吼。啊，好，最后吼来看一个真正即个影片吼，啊时间吼啊真宝贵吼，啊咱看一下，啊叫我吼，大家知影讲得经历经天明经的水经吼。即个讲属于去法国开放吼，啊伊翕的影片，啊伊讲得经历经天明经。好，大家敢有听到你讲啥？听无吼？啊，我小可简介一下吼，咱边仔即个吼，就点传书啦吼。啊，即个吼是伫即个精神病院一个分道啦吼，啊，法国人吼，啊，伊即吼就是原先吼伫伊个身躯啦。啊，点传书就知影有即个就经历个咱讲都有即个人安尼个爱去甲斗相共。啊，点传书人真准备啊，用着无甲讲，啊，即个原先用法文来表达吼，拢听有咧吼。用心要交流啊！你讲，你安尼吼，交伫伊身躯吼，对于咱即个小姐本身拢无好，本来拢无好啊。啊，你吼，来这种因妈妈去讨啦，啊，即个方面回向互你安尼好无啦吼？大概是咧讲安尼，你到尾有讲好，有好甲伊握手嘛吼，所以就开始吼，咱听这个讲师讲。在另外拢讲好啦。要让他健康，人家才会相信的哈。要让他身体健康，人家才会相信，对不对？你没有，人家怎么会相信？所以，当你第二天就是大家打需要去买，但是像这种不担心，但是为了做这种卡，他们担心。人家拢因妈妈同的法国人，叫到之前大家是无相信。讲的时候，本来经常讲，现在谁有证据吗？不理你了，对吧？但是呢，在那一张表的时候，他们就拿着手机，他一写写到专门，因为有人怀疑教会的名单还有他自己的在哪里？他们打了啥？他结果就让大主播。他说呢，当时我们表以后，那个
那个就借着这个话，我们生命来传达给他们，他们说要但是不是刚刚把他这两个人看，他们是摆烂的，都一样，那个确实不卖有，所以有时候很多事情真的不是放到你表面上，真的有些事情不是说你有钱人你说没办法，到这里看，除了这样说，是看到两人。刚刚那一张照片的因为或许是危险的照相，那一张或许是我们就找到跟老师去让或许更有资料，更能讲到有些地方有打行动的，运动有你看他要打球，但是打下来几个场，你看是100人为了要救这个人，你看对不对？多大的显化！所以，万一这些高达13个化合物，他们希望干以后，就是各学者我们认为我们的亲戚他的孩子发生这样，我们知道不知道？你不知道。那结果你要他那个女孩子第3天就是第2天的时候对他一起到第3天之内到现在，有水。那所以你说这些人看到这个神迹啊，所以他们就去赶快去问他的亲戚朋友，因为这样我们在让我们的对我们的化化人，我们就会发展父母跟这些大这对我们对说要去那化化，哪有他这样做是你要知道，到了社会，那个你要稍微底下分享。所以后学呢，听到这个讲师这么讲，就跟大家做分享。因为这个讲师伊事实就是这个祖囡仔，伊妈妈度了13个法国人来救的。但是刚开始伊无相信，不过度的当中咧烧火的时阵，伊就传来传手机啊，因为迄个祖囡仔迄个原片用来讲，伊要离开迄个祖囡仔。因大家拢看着迄来我大家真欢喜的啦，真正过几工仔，迄个祖囡仔真正好起来伊开头讲几工4工还是4天4工迄个祖囡仔好啦所以因的朋友啊，知影讲这道真正有宝贵的讲去道因的亲朋好友来救着安尼道了100外个法国人所以老师真注意关于摆解即种代志那所以咱得经历经天经，这个随时都看会到得就是咱就是天有天的，地有地的，得就是空气得无所不在那这空气这么自然，不过你若无要呼吸，敢会当提着空气？你若边人提起来，敢提个空气？听袂到倒真有，不过你爱去搭看卖，爱尝到道的味道，道是啥物安尼那这每一个人啉即杯茶会感觉拢无同，所以每一个人感受到的滋味原来拢无同那所以老师来讲，这道经地经天经，毋是巧合，毋是巧合，道经是因为咱人做出来，人讲这个人有道德，这个人做代志有定人就刚刚讲这道真正赞这个道得着道了后来受到有足大的改变，互人看到。讲安尼受到赞，就对咱来受到，敢是安尼？道伫咱的人身躯发生了作用，咱人有诚信安尼较会接纳那就向甲大家做参考到遮我时间咧过就紧，所以咱爱尽力是修，爱好好来修那第3，唯有修得爱相信，唯有修得才会当超生了死那这超生了死要安怎证明有超生了死要安怎证明？咱人拢无伫死亡当中，搁倒来讲，我真正超生了死无可能敢有拄着安尼的事情？有吗？有看是我看有一个道场是。
讲类似的，佮迄种文字呐，无看着影了哦。所以咱一贯的亲吼，大家有啥物遐尼详细，会当详细了解。因为咱连老师甲咱讲，咱若一贯的人主好好啊修哦，甚至咱8年了后，咱会呐身软如绵吼，身软如绵啊，浅显，感觉看过身软如绵是啥？感觉？毋捌看过个出？你都捌看过吗？是吼，安尼叫或显真版嘛？敢爱看？敢爱看？有人毋捌看。爱念吼，这个身软如绵吼，这是一个谈主的吼，伊规讲了后吼，浅显加翕起来，修道的修身吼。手两个。手安两，袂见扁扁啊。手安尼两啊。